好來，鄉親啊，咱回頭過來看，今年白沙屯媽祖進香報名人數超過46萬人，創下史上上懸的紀錄。因為參與的人實在太多了，華視的記者佇現場發現，今年民眾若想要軟轎腳，這個腳手都愛強，都愛緊，都愛準，才會當爭取到軟轎腳的機會。現在有非常多人都在排隊鑽轎底因為呢就可以象徵的是保佑以及的祈求平安獲得了媽祖的庇佑的部分那麼可以看到現在大家都在排隊，而且都必須要脫帽子鄉頂腳趕緊歸落，那聽到炮聲，那歡迎媽祖的來臨。有人發現講無要佇咧真緊張，佫通知頭前的信眾，因為軟轎腳一定愛溜帽仔，才會當表現出對神明的尊重。除了帽啊袂當佇牌啊，嘛要放佇胸前，軟轎腳的時絕對袂當起身，也是講忘着亂叫，這是安全的考慮，嘛是對神明的尊重。想要軟轎腳的鄉親動作真準嘛真緊，華視記者佇現場有發現到，今年排咧軟轎腳的民眾比永過排佫較長，信眾都愛走較正遠的所在，才會當到上尾的所在來排列。因為今年對媽祖掛香的人數超過46萬的新紀錄。能擠前面就盡量擠啊，你跑後面一樣還是可以卡位啊。人都是用衝的，然後被一直往後推這樣子，他推到後面。你有縫隙，你才有辦法進去。轎子也未必說你人龍都全部都排過去，有可能排到一半，媽祖可能就是轎子就抬走了。當媽祖進入文昌國小，才會請這伙學生囡仔佇運動場排一連，感受粉紅超跑的風采，大家燒酒來軟轎腳。台灣人小媽祖，信眾用實際行動來祈求媽祖保庇。Hello， 我是雷亞，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